开机预防奖默默行善，帮助社会弱势族群，将各方信众的善款发扬到社会上各个角落，甲社会大众形成良好的互动。为民国84年至今，已经陆续捐出救护车1辆，以及消防装备、消防衫32套、6辆水上车等等。32日天，台南开机预防奖再度捐出15000粒助警器和市府消防局。市长王伟铁也特别来到现场，感恩开机预防奖的善行付出。火灾警报器在第一时间就能够发出警报有烟雾的话像这样子就可以发生警报了哈火灾，像这样子的话，在家里面就很容易被惊醒那尤其这个声音是很大声的。所以说很期待，很感谢，也很感恩玉皇宫一直接二连三的从事社会公益那帮助救人无数而且感谢咱投资以及各位委员大家的发心用心，咱10方的钱这个寄回香油钱，玉皇宫总是不落人后来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人。根据统计，近3年来，助警器成功发出警示有73件，拯救了173位民众的性命。其中，预防奖所捐赠的助警器有37件，成功救了真侪性命甲财产。主委涂大松表示，这6万粒助警器，拢是结合10方的大众善心所捐出。咱这个天公庙，我当然这个捐出这钱6万粒了主要圆满来完成了这拢10方甲咱捐来的钱。但是咧，用咧遮我就含阮遮委员咧研究这个问题啦。这个效率伫这监内底省落来对这救灾户啦，上少10倍以上。因为你个看咱有当时咱这徛家啦尤其个弱势团体，这厝的身体拄啊万一你也拄咧困，拄剩头前门道走咧因为边仔若毋是联动的边就是迄个风道汤楼顶嘛是讲有当时违章你也袂当过也袂当下搁一个就是讲。你这人讲应该叫差咧2-3分钟啦咱个做完，但是要来主要就讲，这个咱的回馈20种啦消防局长李明峰指出，装设助警器是台南市推动的住宅防火安全重大政策。助警器的黄金功效包含一早发现、一早反应以及一早逃生，尽力减少人命伤亡以及降低灾害损失。现阶段透过各界善心的捐赠，协助弱势民众安装，也希望开启预防奖的善举，会当抛砖引玉，唤起社会上多个企业以及团体来共同加入。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